今晡日係校外教學嘅頭一日，秘魯嘅老同學結束嘅參訪，轉到旅館，同學無限整理包袱嘅準備歇困，只有秘魯嘅看啲樣片，冇打算愛按做衰。我生日當然要嚟個 TQ。平板電腦地圖嘅樣片，講定當久以前，外省人聽說4000幾名建立狀頭。寒假本秘魯嘅看到當認真，貴也係水唔到高嘅原因係外省人嘅狀頭，竟然就係天光日到外教學愛去嘅素材，佢到尾還有當到盲熱出來嘅外省人發生。校外教學嘅天日，茶堂嗰嘅同學都眼乾乾呢，只有秘魯嘅當天看見充滿腦背300檔嘅路。嘻嘻，我愛老，我一到嘅外省人，我名做秘魯嘅外省人。嗨，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係呢位考古區嘅成員邊個？今晡日啦，就本我帶領大家來認識4000文化遺址咯。韓小客家講到，就拜外省人選拔嘅素材。各位小朋友，面前呢山其實簡單，係都可以帶下哦。邊個講山當然都會高一啲啲咧，花幾下萬年嘅時間，將會淡出海面。300檔嘅路就係一片高，一片受到海浪侵蝕形成嘅。哇哦，原來海浪做得一出山路哦！呢條山路到東港嘅所在，你係花幾久嘅時間啊？同學對大自然嘅做工，字觀講起。比較經驗做得牢，按太嘅山對外太空辦到兩米來嘅。同樣係字觀講起，唔過秘魯嘅充滿到嘅糖，夾心都行只有外省人嘅版本。鼻貼，佢都嘅攏講乜解啊？雖然對秘魯嘅反應似都當不記，唔過邊個同樣帶定吹繼續向前行。考古學家對海底也出一條發沙台，4000幾名大約到3萬年前，對東洋嘅所在經過海洋來到山窿度生發。4000幾名安用嘅一個大海啊！3萬年前，阿公嘅阿公嘅阿公嘅阿公出世嘛啊！4000幾名嘅古同學當上我哋嘅2記、5記嘅問題。嘅係因為，世界有外省人嘅天數，4000幾名這樣做的，草地比較嚟到2道邊哦。嘅世界外省人科技動進步，就比較嘅速度，談講10分鐘做的，老 TQ 總唔得個本意影響大家嘅。各位小朋友聽我講，考古學家到目前為止都冇一出筆帖哦。邊個特別大聲強調，對出土嘅文物、現下嘅研究都冇辦法證明4000幾名嘅生法有外省人嘅蹤影。哼哼，呀下係用嘅啊！咁係我老記弄膠紙誒，小朋友你冇事吧？睇住㗎，我睇咁痛呢。秘魯嘅完全冇受到邊個嘅影響，因為佢對頭到尾都冇到嘅糖技術。秘魯嘅寒結痛哦。對啊，外省人老考古研究到底哪個真係真嘅啊？秘魯嘅結痛嘅情緒影響嘅同學，本大家對邊個產生嘅疑惑。邊個嘅技術俾本期大團年紀下擺，佢總算遠唔得咧。小朋友啊，唔講外省人來過呢道位嘅，有乜嘅證據呢？哼哼，證據到呢道位。一個樣片同槍有困過哦。而一個樣片係演出來嘅啦。真唔係呢，證據有外省人。驚唔知呢樣片係乜人翕嘅麼？就係一條口號斷吹啊！同學行講前，聽佢下度講話，秘魯嘅因為唔出邊個嘅問題，知道當有壓力。馬上去嘅，周末馬上用，我倆下就留證據，請出來幫你看。小朋友，秘魯嘅照定樣片度嘅提示，來到一個山路，
听讲这片头摆是外星人的祭天，所以向18敬业就做得亲得到外星人的化身。哼，等我一出外星人，一天我本人也都吓到。让我按奶耶。当地的秘鲁也都换另外多的世界，险峰之间来了一阵天摇地动。雾索索的龙，地度又湿又雾，秘鲁的向老辈还没记下拜救命，不过无人恩。我一生人困到聊到边么？小朋友，冇事好。并哥讲，佢结束导览过后，听到秘鲁的秘书来到遐，看到变下来的石头，有唔好的预感，冇想到秘鲁的真见到地度。小朋友，喏，唔困也条相片。这是，外星人，是你也嘅？唔困到嘅样片，其实系几下年前到亚到 V 的期盼嘅团量嘅，由迄地度嘅故事参考嘅科幻天样，然后考古研究，掌握本人家本唔清楚。唉，感觉真见无外星人系么？小朋友，虽然样片唔系正经嘅，唔过是唔好按假就识字哦。喏，那个本人，那系沙希，4000几名用俩来倒东西哦。哦，不过俩看起来像普通嘅沙条啊。哈哈，这世界爱身边嘅人，咪系按用老爱讲嘅。并哥讲，今年呢寻到俩对石头嘅世界，无人信俩系4000几名嘅工期。后来佢去图书馆、扫描、实体考察嘅当道资料，作为当道研究，最背面将证明嘅俩石器嘅用途。我冇办法，老唔讲外星人到底有嘢冇？冇听错有一日，你做得寻到全新嘅证据，发现冇共用嘅答案。唔过条蛤蟆先尊重一下嘅告示牌好冇啊！教外教學嘅最背面，秘魯嘅雖然冇尋到外星人嘅化身，不過佢對神秘現象嘅興頭冇減少，希望有一日做得尋得到盲地世界嘅答案。今本日真經很好教哦。Wow.